喂喂，跟埋喎嚇，就可以自己嘅樣嚇。有時我有行啲字人跟埋，一直有行。我哋盡量行埋咯。冇話問啊，跟埋我哋啊，上一次嗰班人向下邊㗎，向過下邊行。係啊，因為分分鐘有人有啲示威者喺呢度行上嚟㗎。即係都唔係禮拜日啊！我老親我冇嚟㗎。各位，我哋係全民退休保障聯會，拆穿特惠生果金圈套，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，特首愧對全港市民。我哋叫一次口號：反養老，反養老，要敬老，退休保，人人好，實行全民退休保，到老生活好，生活好，衣食住行樣樣加，唔要綜援多關卡，全民退保冇審查，人人受惠冇分化，不論窮與富，人人有退休。各位街坊、各位傳媒、各位朋友，我哋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會，由不同群組嘅基層市民組成，有在職人士、年長人士、年青人、家庭照顧者同埋長期病患者組成。我哋成立嘅目的係要爭取60歲能夠有全民退休保障。關於今次我哋行動係要拆穿特首嘅特惠生果金圈套，特首愧對全港市民，向後任特首梁振英表達意見。而家我哋聯會首先上演一套街頭劇，劇中嘅角色係由梁振英先生同佢媽媽一同演出嘅。請聯會嘅街坊。依家落市區聽市民意見。我哋要求全民冇審查，有尊嚴嘅生活退休保障。喂，阿仔。呢位係阿仔，聽聞咧你搞咩審查喎？喂，阿媽問你攞係你會審查㗎？樂園區啊？係啊，你攞生活費，你會唔會審？喂，係。
我攞家用都要審查㗎，同其他長者一樣㗎。你個衰仔，阿媽揸住對腳孭住幾廿磅家花，穿衫花穿到手指頭都爛埋，含辛茹苦咁養大你嘅衰仔。我啊，同其他長者都一樣，為對啲仔女、對呢個社會都有貢獻㗎嘛。你應該係對所有長者都令佢哋有一個安穩嘅退休生活。你今日仲要審查？唉，仔，嗱，你就嚟做特首啦，我而家俾個牌匾你。愧對全港市民啊！你真係，到有一日你推行全民退休保障，你就將個牌匾俾翻我啦。正衰仔，阿媽而家去簽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，你自己翻屋企諗清楚啦。好嘢！而家由我哋幾多隻口號先？反弱佬，反弱佬，要敬老，要敬老，退休保，退休保，人人好，人人好，實行全民退休保，實行全民退休保，人人到老生活好，人人到老生活好，衣食住行樣樣加，衣食住行樣樣加，唔要綜援多關卡，唔要綜援多關卡，全民退保冇審查，全民退保冇審查，人人受惠冇分化，人人受惠冇分化，不論窮與富，不論窮與富，人人要退休，人人要退休。而家由我哋嘅聯會代表宣讀立場信。唔該，嘉偉。大家好，我哋係爭取全民退休，我哋係。大家好，我哋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會。我哋由唔同群組嘅基層市民組成，有在職人士、年長人士、年青人、家庭照顧者同埋長期病患者。我哋成立嘅目的係爭取60歲能夠享有全民退休保障。由於香港呢個老化問題日趨嚴重，全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刻不容緩嘅。日前，梁振英先生表示喺上任後會推行一項名為德惠生果金嘅新計劃。該計劃係經資產審查後，對有需要嘅長者每月發放雙倍嘅生果金。聯會對梁振英先生嘅新計劃表示非常失望，亦感到新政府對退休保障嘅承擔有所懷疑。我哋認為特惠生果金只係減輕老人貧窮問題一時之策，未能長遠提供長者嘅退休保障。特惠生果金設有資產審查，基本上絕大部分長者都不符合資格申請。符合資產審查要求長者只係社會嘅一小部分，寥寥可數。新計劃實質係篩選現時正領取生果金最貧窮嘅一小撮人，根本係混淆視聽，獲取民眾認同。梁振英先生以解決退休保障問題一種手段，加深社會分化。我哋要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係全民性，冇資產審查、冇標籤、一視同仁嘅做法。聯會在此重申，我們希望梁振英先生任內能夠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，為所有60歲或以上長者每月提供3000蚊嘅退休金，目的係向長者表達過去對社會貢獻嘅敬意，令佢哋有尊嚴地過退休生活。除此以外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都係為我哋年青一代有預備嘅退休生活。因此，聯會希望新政府能夠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，令所有香港退休人士能老有所依、老有所養、老有所居嘅。多謝。好多謝嘉偉。而家聯會將會有一個掟糖儀式，代表特首梁振英先生提出嘅特惠生果金係一個圈套，因為要通過資產審查，所以我哋唔要呢粒糖，我哋一齊掟翻呢粒糖俾梁振英先生。好，而家我哋由一班小朋友頒發一個委任狀俾特首梁振英先生。
點解要由小朋友頒發呢？係因為小朋友係社會嘅未來棟梁。如果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，咁樣對未來生活同前路有保障，生活有希望。所以由一班小朋友頒發呢個委任狀俾特首梁振英先生。好，而家由我哋嘅聯會代表許先生遞交全民退休保障簽名信，係有4500個簽名嘅，同埋聯會嘅立場信，俾後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接收。請政府代表。你埋粒糖佢我。你埋。好啦，你埋佢。遮咗佢啫。正啊！好正啊！好正啊！喂。好嘢！啊，好嘢食啊！多謝晒，多謝。喂，我俾你嘅。我哋再叫一次口號。反耶路，要敬老，退休保，人人好，實行全民退休保，人人到老生活好，衣食住行樣樣加，唔要綜援多關卡，全民退保冇審查。人人受惠冇分派，不論窮與富，人人要退休。多謝。好多謝各位，請工人執翻啲地下嗰啲糖先，唔係一間跌親啊！